大家好，良時吉日，東南匯凍品批發市場正式開業啦！由24年開始，我進駐2年嘅時間，卒之開業啦！哇，生豬200幾斤㗎咯喎！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龍馬精神啊！影個相下。福祝愿东南冻品中心龙龙腾飞，蒸蒸日上。财庆和福气同。呢度咧係大灣區嘅凍品高端批發市場，呢個地方咧係成個大灣區嘅中心點。大家以後嚟採購咧，嚟呢啲地方一定係冇錯噶啦。我嘅工作室就喺地鐵站出嚟80米，上2樓就睇到我啦。大家以後咧嚟呢度咧做個朋友，以菜會友，以技交流，順便嚟調研新黃沙市場，同埋呢個凍品批發市場，同埋滋補批發市場，買鮑魚。買溏心鮑嚟揾我，如果要揾源頭嘅工廠或者係鮑魚嘅源頭、鮑參翅肚嘅源頭嚟揾我，我肯定協助你哋。最緊要講性價比同質價比啊！關注和哥冇走寶。